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日就係1月21號星期三。今晚有歐聯。今晚呢就提供兩場賽事畀大家參考下。一隊就馬賽對住利物浦，一隊就祖雲對住賓菲加。馬賽對住利物浦，利物浦呢就近呢輪呢，雖然係10場都不勝不負但係呢就對波呢打到呢就亂七八糟嘅。咁呢就對住馬賽主場讓0.5。咁我今晚呢就睇好馬賽件波衫能夠守得住利物浦。另外一場祖雲對住賓菲加。祖雲呢就喺意甲方面呢就比較好嘅。但係賓菲加呢就係歐冠嘅常客讓到0.75。我今晚呢就睇好賓菲加輸唔到2球畀祖雲。所以今晚呢就睇好賓菲加。鍾意個頻道嘅呢就點讚關注下，分享下。另外如果係有需要精選嘅波衫呢，就留言畀我。今晚呢就祝大家好運。聽晚再見。好，拜拜。